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4年2月29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記19章第1節到第9節，彼得前書第2章第4節到第10節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厝角節。去厝需要地基。就算是以前无有这个建筑师的时代，地起的这个平厝啊，拢需要来挖差不多3尺左右真简单的地基。古早的讲法叫做土梁，互厝无容易来厝震动。这种厝角石，这种厝迄个厝角石呢，放伫迄个厝建筑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角头，来做一个标准，开始来安尼贴砖，开始来起。所以呢，伫信仰的角度来讲，这种厝角石放伫厝。对厝来讲，建筑非常重要一个基础。就对上帝关系来讲，迄是一个真重要的基础，就是来遵行上帝的话。住伫埃及的以色列人，因对毋捌上帝，到着领受救恩，跟对上帝出埃及，行旷野。到伫进入西奈山区域，上帝透过摩西甲以色列人安尼讲，这就亲像鹰鸟用舌来载因出埃及同款。因此，上帝要求因着一定要听从上帝的话，遵守着上帝的诫命。出埃及記19章第1節到第9節來講。標題是佇西奈山腳。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後，第3個月1節1來到佇西奈的曠野。因離會頂來到佇西奈的曠野，就佇迄個山的對面紮營。摩西就山來朝見上帝。上主對山呢叫摩西講。你着對雅各的後代以色列宣布，我對埃及人所做的事，恁攏有看到，嘛知我是安怎親像鷹鳥用舌載恁，帶恁來到佇遮歸佇我。當恁若切實聽從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約。就會佇列國的中間成做我的子民，全地攏是我的，毋過恁攏是歸屬我的，是祭司的國度，聖潔的國民。你着將這的話對以色列人講，摩西就去召集人民的長老，將上主命令的話攏甲因講，人民齊聲因講。上主所講，阮攏要遵聽。摩西就將人民的話回復上主。上主甲摩西講：我要佇密雲的中間來你遮，互人民聽見我甲你講話，通永遠信任你。這是蒙恩得救的一個真重要的基礎。上帝佇出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心上。來下一個典範。佇新約彼得寫互初代教會基督徒的批中間，也安尼提到着耶穌基督是上帝救恩的活跡，是信仰的厝角石。就算耶穌基督捌互人來討厭、厭善、拒絕，你來行各他受苦的道路。但是上帝競選伊成做着上帝救恩的重要的條件，
彼得看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也着安尼来正做上帝所拣选的活着。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正做圣殿起造重要的基础石头。伫彼得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10节，彼得安尼讲着，讲着亲君主，伊是活着。虽然互人击杀，毋过受上帝拣选看做宝贵。恁嘛着做活着，有上帝用来起造属灵的殿，佮做圣洁的祭司，通过耶稣基督献上帝所欢喜属灵的祭物。因为圣经有记载，看咧，我要伫锡安下一个节，就是受拣选宝贵的处决节。信伊人绝对袂失望。这个节对恁这个信的人是宝贵的，毋过对毋信的人起初师傅所起杀的节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节。伫别位有记载，这个判卡节是互人绊倒的节，因毋顺谈道理来绊倒是上帝的安排。毋过恁受拣选的族类，王家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上帝的子民，要互恁通宣扬上帝伟大的作为。这位上帝有调恁出黑暗，来入伫伊灿烂的光明。圣经讲，恁前毋是上帝的子民，现在是伊的子民。恁前无得到上帝的怜悯，现在得到伊的怜悯。基督徒不但应该爱领受着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，更加爱伫这个处决这顶悬开始建立美好的信仰。更加需要来正做建筑救恩主体，还是圣殿的一个活着。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起造伊恩典的厝。诗篇19篇，上帝的创造甲律法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，强创传扬伊的作为。一日对迄日讲话，一暝对迄暝传播知识。无言无语，无声无息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破面，日头亲像神龙对东方出来，亲像选手来着条行伊的路。对天的这边出来，西到伫迄边，热气普及万面，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开力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无互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帝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永远无有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。比金比真济，纯金较贵重；比蜜比纯的蜂蜜更较甜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，守诫命的就有大保障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以中犯的过失。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，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的嘴所讲的，下伫你的旨意，
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感谢主使阮基督换接起做阮的性命，也愿有过阮的性命来成做换接起做教会。愿阮拢活出美好的见证，会当永生益人，甲主耶稣基督做伙来起做属天的圣殿。感谢基督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